后来乡亲啊，冷气团到位，真侪人感冒，袂少人拢流鼻。医生讲，这毋是过敏性的鼻炎，上好去由医生看。讲这若是严重者，恐惊会爆发到这个细菌性的鼻道炎。这几天寒流，真侪民众感觉无爽快，耳鼻喉科看诊的人数嘛对咧变多。痒跟打喷嚏打不停的话，这种通常比较属于是过敏性鼻炎。好，那非过敏性鼻炎一般就是鼻塞、流鼻水这样子而已。那温差大就是归在这一类。医师讲，感冒若拖超过2礼拜个好未完全。鼻水失水是青色、黄色，在真细腻，可能并发细菌性鼻道炎。如果你的病程一开始是感冒，过了1、2周之后，剩一些鼻子的症状，有时候你要担心有没有可能并发一个后续的细菌性的鼻窦炎。若流行性感冒会出现亲像筋肉酸痛、人会感觉疲劳神仙、含发烧，都需要用抗病毒的药物。医师就提醒，温差变化大，若无想要去感到，除了爱接洗手、清发烧，人若感觉无爽快，互医生看一下会较安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